Hello，大家好，我係 V 家堂，我係 V 家永寧。好，今日咧又出嚟拍片啦，咁啊今次咧就拍自己嘅屋苑泰豐木馬湖啊，咁啊呢個盤咧一路咧就對標華發嘅，咁啊所以咧啲客咧過到嚟林森片區咧，想睇100萬方嘅大盤咧，就睇呢一個木馬湖同埋呢一個華發。咁當然啦，華發咧近期咧就一路飄紅啦，因為咧佢個價錢係稍微低啲嘅嚇，咁啊佢個性價比嚟講，加埋佢有嘢送。咁啊呢個樓盤咧都唔係話完全冇佢嘅優勢。咁啊我哋咧就今日咧企喺呢度咧就同大家咧簡單地咁樣分析翻呢兩個樓盤嘅呢個優勢同劣勢同埋優缺點嚇。好，咁啊講翻咧嗱，泰豐木馬湖咧本身咧佢對標翻華發嚟講咧，佢係現樓嚟嘅，即係無顧慮有安全。華發咧最快咧9月份收樓，呢個嚟講咧全部係現樓嚟嘅嚇，睇邊套就買邊套。咁啊，第二個咧睇翻佢成個項目嚟講咧，佢個配套首先講翻學校啦嚇。咁啊，我都係因為咧佢有大亞灣最好嘅學校，先至買呢個樓盤嘅。其實我有考慮過華發嘅。咁啊，對標翻華發嗰間學校咧，佢就係冇呢一間咧私立咁強勁，所以咧我就揀咗呢度嘅嚇。咁啊，我嘅出發點咧係由呢一個咧最好嘅教育，所以揀咗呢個樓盤。咁啊，講翻咧佢100萬建面嘅大盤咧，咁啊大家知道啦。華發嗰度咧係分割式嘅，4個板塊4期。咁啊呢個樓盤嚟講咧，其實咧係冇分割嘅，即係整體整塊嘅，所以咧佢個園林咧大家都係共享嘅，包埋你個別墅咧大家都係共享個園林嘅，所以佢嘅優勢就係咁樣嘅。咁啊最主要咧佢咧有超高層。咁啊，如果你話中意呢40幾層嘅超高層咧，望到個視野更加闊嚇，望到個山景靚，同埋咧有湖景咧，其實呢個樓盤咧係十分精彩嘅。即係永無遮擋呢啲景觀。永無遮擋嘅。華發咧其實咧1期嗰度咧係有湖景嘅，但係個2期、3期、4期咧係冇湖景嘅。所以呢個樓盤咧佢嘅優勢咧個景觀啊稍為比較靚啲。咁啊呢個樓盤嚟講咧，佢樓盤旁邊西門直接行過去咧200零米咧就係萬達。咁萬達嚟講係現成㗎嘛，已經開張咗咁多年。咁啊華發嚟講咧，佢樓下1公里嘅華發商都咧，其實仲要等個2年左右嘅。咁啊嗰個咧，如果係完成咗開咗業之後咧，咁其實咧嗰個規模咧，其實係會比呢一個咧五月廣場同埋萬達廣場大啲嘅個規模，因為咧連續1公里長有8萬方嘅商業。所以嚟講咧，佢呢個樓盤嘅優勢咧就係咧佢現成嘅，所以咧佢咧現樓嚟講，我哋經常講。期樓咧永遠個性價比要高啲，現樓嚟講咧，因為乜都兌現晒，全部都係眼見即所得，即係相對成熟啲，所以咧現樓嚟咧一般都會比呢期樓係貴啲嘅。咁啊當然講翻最重點嘅優勢，木馬湖嚟講嚇，如果你想零首期買樓嘅，你走都走唔甩，因為咧成個林森片區咧唯一真正可以做到零首期嘅就係呢個樓盤，交5萬蚊嘅訂金，放咗款之後退翻5萬，相當於你係冇交首期。即係送套樓俾你供啦。冇錯，送套樓俾你供。華發嗰度咧，雖然話最低做到咧3、4、5萬嘅首期，但係咧你要求嘅資質非常之高，幾乎咧都要咧去到1成嘅首期，或者係正常嘅1.5成嘅呢個首期。幾乎係針對於咧唔係優質客，稍為冇咁優質，即係譬如話你5、6萬收入嗰啲咧，梗係優質啦。你如果係5、6萬以下嘅，銀行評估翻咧，香港客嚟講咧，其實唔係話算優質嘅，所以咧幾乎係做唔到咧真正嘅低首期。咁啊今日咧過到嚟呢個樓盤咧，其實咧就係收到發展商第一手消息，因為之前咧4期咧賣晒啲貨出去咧，依家咧發展商咧就清咗3套出嚟，清咗3套貨出嚟咧，就因為咧嗰啲客咧係按揭咧唔通過，即係上會按揭係唔通過嘅，所以咧將佢清咗出嚟。咁當然啦，如果話屬發展商嘅嗰啲訂金就可以退翻啦。如果唔屬發展商嗰啲 agent 咧，梗係退唔到啦，係咪？因為咧有合約精神，又簽咗合同啊嘛，係嘛？所以咧跟好嘅 agent 同發展商熟嘅 agent 咧，如果做唔到貸款咧，直接訂金都可以退翻俾你，唔得咪買另外一個盤咯嚇。所以咧跟熟嘅 agent 咧去買樓咧去落訂咧，其實相當有保障。相當有保障嚇。咁啊，大家啦即係都知道點樣揀嘅啦。係。好，今日講翻啦嗱。所以咧呢幾套單位咧，我哋咧收到第一時間咧就馬上過嚟拍翻呢條片嚇。嗰3套樓層咧非常之靚嘅，咁啊呢3套咧就作為一個精選啦。馬上咧今日咧過到嚟呢度咧就開鎖匙，直接帶大家咧睇翻個景，然之後報個價俾大家。咁啊由此可見咧，呢啲單位咧就撻訂咗出嚟咧，就係因為呢個資質唔過，資質唔過關。我之前拍咗一輯片咧，就係銀行房貸對於呢一個香港人上會嘅要求咧係大變天，大家可以睇翻呢輯片嚇。咁啊點擊屏幕右上角去觀看翻呢輯片。咁啊話不多説啦嚇，咁啊依家咧馬上過到去呢個4期咧，將呢3套撻訂出嚟嘅單位咧，直接拍俾大家睇，帶大家睇翻個景，跟我行。
好，咁啊到咗呢一個84棟嚇，咁啊3套退出嚟嘅單位咧，其中有一套咧84棟嘅，咁啊大家睇到2904，即係29樓，相當係中層再上啲啲，咁啊呢套單位其實稍微比較靚啲嘅嚇。好，咁啊如果唔想話中意啲40幾樓以上嘅，咁啊你其實可以揀呢套啦，啱啱退出嚟新鮮滾熱辣嚇。好，咁啊入到嚟咧就係全部都裝修好嘅啦，就係搞個衞生咧就可以交俾你嘅嚇。咁啊大家睇到啦，發展商就交咗呢一個玄關櫃俾你啦，鞋櫃，咁啊呢啲咧鏡櫃呢啲上面係儲物嘅，係啦，咁啊大家睇到啦，嚇好，咁啊大家可以睇到呢個廳啦，開間做得非常之大嘅嚇，咁啊咧我哋咧依家咧最新拍片咧帶咗啲靚嘅高科技嘅嚇，咁啊同大家咧抄一抄啦佢個開間啦嚇，咁啊依家咧就未裝嚇背景牆，背景板嘅，咁啊大家睇到啦，3.4米嚇。3.4嚇，咁啊其實咧3.4米咧，其實你可以咧就裝翻啲背景牆板啦，係咪？電視背景牆都唔會話影響太多嘅呢一種嘅使用面積。係啊，即係幾公分嘅啫。係啦，咁啊大家睇到個飯廳咧 OK 嘅嚇，所以個飯廳咧你話擺個圓台咧完全都冇問題嘅嚇。好，咁啊廚房大家睇到啦嚇，廚房咧呢啲咧全部都係膠標嘅，咁啊3件頭嘅華帝啦。華帝嘅。係啦，咁啊呢度咧就有新嘅露台啦，放洗衣機啦。呢一套咧，我哋又介紹長少少嚇，稍微後面嗰兩套咧就唔介紹啦，絕叫報因為同一個格局係一樣嘅嚇。好，咁啊，依家咧未開燈嘅狀態咧，其實都非常之 OK 嘅嚇。係。咁啊入嚟俾大家睇啦。呢個係工位。嚇。咁啊唯獨是咧，你就咧自己咧做一個淋浴石，咁樣你做個淋浴趟門 OK 嘅啦。係啊。未開燈嘅狀態，大家都已經係可以睇到我同阿永寧 OK 嘅。佢嘅膠樓質素咧其實係 OK 嘅嚇，完全可以驗收嚇，冇問題。好。咁呢間房咧，其實咧，你話擺2鋪床，如果咁樣擺 OK。我屋企咧就係咧擺2鋪床嘅，因為2個仔，呢度1鋪床1.2米，呢度1.2米，咁啊中間咧仲有37公分係可以過得到嘅。咁啊仲有少少嘢未搞好嚇，所以拍唔到俾大家睇嚇，大家盡情期待。搞好咗咧，馬上拍俾大家睇嚇。咁啊其實相信好多觀眾咧都想睇嘅。咁啊係咪真係阿唐買咗樓啊？未見到佢拍話入住嘅視頻嘅，可能假咯喎。咁啊呢啲咧有待公佈嚇。搞好咗咧，第一時間拍俾大家睇。好，咁啊想咧測一測咧嚇，呢間房大家睇到啦。咁啊咧2.75米嚇，2.75米咧啱先我講嘅，我自己屋企咧就擺過兩張1.2米嘅，就2.4米嚇，咁啊2.7咧減翻，仲有30幾公分嘅過渡 ，OK 嘅嚇，完全冇問題。呢間房擺2鋪床，咁當然呢度咧就係衣櫃嘅位置啦，呢度係裝衣櫃嘅嚇。好，咁啊呢度咧間細房咯，間細房。咁啊當然交俾你咧就冇窗嘅，你自己搞嘅，花個幾千蚊咧就封個窗，拉埋窗簾咪 OK。如果你話想咧間房大啲嘅，呢度拉齊，咁呢度拉齊咧就可能咧用到差唔多成皮嘢㗎啦。因為你拉齊咗咧，你要重新拆咗佢，又要重新砌入去，呢個門係梗係唔要嘅。重新換個門咧就差唔多1皮嘢左右。咁啊所以包埋窗嚇。咁啊，所以咧你要間房大啲嘅，咁咪捨棄呢間主人房嘅呢一個櫃啦嚇。咁啊任君選擇啦。其實咧我就未改嘅，我自己屋企未改，我覺得咧擺個1.2米嘅床，我覺得夠用，夠用嘅，所以我唔想慳，我想慳翻個1萬蚊啊。好，咁啊套間一樣嘅，同公衞一樣大，咁啊直接咧嗰度有做過淋浴。佢都係3段式，唔係鑽石型。係啦。好，咁啊呢間主人房咧，呢間主人房其實可以咧用埋呢個露台咧褪出去嘅嚇。咁啊，直接褪出去咧，呢度咧直接咧用翻呢種咧仿木紋瓷磚，全部即係通鋪過去咯。通鋪過去，咁啊呢度做個封窗，拉窗簾就 OK。咁啊同大家講咧，呢條管呢條管咧其實咧係上面嗰家人如果係做咗通鋪嘅，你就可以拆。如果上面嗰家人未做通鋪，你就唔可以拆。所以咧，如果你有業主群咧，你可以問問上面嗰家人有冇做通鋪。即係通鋪咗意思，佢上面唔排水㗎啦嘛。係啦，唔排水就可以啦嚇。咁啊俾大家睇到啦嚇。泰豐木馬湖，我係有群啊，俾大家睇個業主群嚇，大家睇到啦嚇。泰豐木馬湖4期84棟嘅業主群338人嚇，每日都好多人喺度聊天㗎。如果唔係業主咧，入唔到呢個群啊。首先證明係我係業主嚇，我仲未拍嗰個我入住嘅視頻啫嚇。好，咁啊呢度咧，我想咧同大家咧講講呢間房，但係簡單車啦，好嘛？好，咁啊車呢度10米。好。好，咁呢度嘅開間咧就係咧3.2米啦，咁啊呢度嘅闊度，車俾大家睇下。好，咁啊呢度咧就係
100，即係接近120尺度啦。係嚇，咁啊10點幾個方，即係接近120尺，仲未計咧阿盧商呢企喺呢個位置。係嚇，所以如果加埋個樣都仲加係啦落。所以你話咧呢度擺個2米2嘅床咧，加埋呢個係完全冇問題。係。咁當然你話咧想通鋪出去，再加埋風窗咧，其實你間房大好多，睇你自己個人需求咯。咩貴妃椅啊、係啦化妝台嗰啲全部係啦都放得落。化妝台我覺得咧嗰度位置咧整咗一定係做化妝台嘅。係咁啊，如果你話想中意休息啊、睇下書啊，其實你係唔錯嘅，係嘛？係其實真係唔錯嘅。所以咧，如果你話間細房唔改咧，主人房嗰度唔改，你可以慳翻好多錢。係所以你睇你個人需求咯。咁我睇到個業主群咧，好多業主咧，成間屋拆晒，用毛坯重新嚟過嘅，哇都有差唔多接近40萬。所以咧，每個人咧，好似我咁樣少少嘅精裝改造，有啲咧就全部咧當毛坯重新玩過，即係睇你個銀碼嘅預算咯。係，呢啲係任君選擇啦。任君選擇嘅。咁啊，呢個大露台啦，嚇，從呢度咧連到呢度啦。咁當然，如果你話封咗窗咧，你個廳會大啲啦。咁啊，呢度咧可以擺洗衣機嘅，嚇。都冇問題嘅，所以咧佢個開間係做得非常之大，陽光非常之光猛，係真係唔錯嚇。好，咁啊呢一套咧就係望學校同埋山景嘅，係，呢個咧就係兒童公園嗰邊，係啦，西南方向啊，咁啊大家睇到呢個城市嘅繁華嚇，相信呢個盤咧就介紹咗好多次，好多客咧就臨門一腳嘅啫，臨門一腳就想睇翻咧依家個門馬湖咧仲有冇得降價？因為上次咧就降咗6至800咧，好似好多客咧覺得不痛不癢嚇，仲想等。咁我哋問咗佢嘅營銷總咧，唔會啦，唔會降價。依家咧6期嚟講係谷底價，而且4期咧冇得降啦，得翻個幾套點降啊？降都冇意思，不如咧係咁樣慢慢磨晒佢就算啦。所以咧冇得降，4期係冇得降嘅。咁啊呢套單位咧啱啱都係新鮮滾熱辣咁樣退出嚟嘅，係嘛？第一時間過嚟拍片俾大家。咁啊報一報呢套單位啦嚇，無非都係啲客都係想聽個價啫嚇。係啦。好，咁啊呢套咧就4期84棟2904啦嚇。咁啊依家咧折實個總價咧嚇。108萬8822，咁啊首期咧俾個尾數啦，8822蚊，貸款咧就108萬，咁啊月供嚟計咧就每個月4553，所以咧呢個樓盤嚟講幾乎接近零首期噶啦，你就交個房價嘅尾數，即係8000零蚊，8000零蚊，即係1萬以下，1萬以下就搞掂啦，非常之順。呢套單位29樓，相當係中高層。中高層係大家要揸緊時間嚇。如果話我哋呢條片我都相信想早剪啦，唔會剪好咗賣晒咁樣，唔係幾好意思嚇。好，咁啊仲有2套單位，馬上過去拍俾大家睇。好，咁啊呢一套咧同樣都係84棟嘅，咁啊大家睇啦，4206。係。嗱，咁啊呢套咧就係湖景單位嘅，東南方向。好，又嚟睇翻一樣嘅裝修嚇，咁啊唔使解釋㗎啦，講咗太多次啦，係啊，都介紹咗好多次。咁啊搞下衞生咧就可以交樓俾你，唯獨是咧呢套退出嚟嘅單位咧就係湖景嘅，即係方向唔同，方向唔同。好，咁啊最主要咧俾大家欣賞翻個靚仔嘅湖景嚇，鏡頭咧直接舉落去俾大家，即係可以睇到樹木同埋清清嘅湖水。係啦，咁其實咧我哋從呢度咧個鏡咧鬆過俾大家睇個5期啦。係啊。咁5期咧嗰度咧呢個咧地面咧就冒咗上嚟喎。係啊。咁啊，所以咧木馬湖嘅工程進度真係快喎。咁5期咧，今年年底咧，估計如果快嘅就可以開出嚟嘅。係啊，係啊。咁啊，依家咧呢啲單位咧，剩低嘅全部都係咧現樓嘅單位。咁其實咧最中間嘅4期咧，先至係最靠近個湖嘅。所以講5期咧嗰個湖景可能冇咁靚啦。係啊。所以咧呢套單位大家要珍惜啦。4206真係非常之正，大家睇個呢度咧就係全部嘅城市繁華，全部。就眼見為實，全部睇到嘅，唔使話等任何嘅規劃。唔驚有三甲醫院馬上有，商業綜合體馬上有，成熟嘅呢一個商業街、夜市全部有晒。所以咧從個鏡頭已經係可以望到個景非常之靚，採光非常之 OK， 視野非常之 OK， 而且樓下咧就有湖景俾你睇翻。所以咧呢個精彩呢個房源都非常之精彩，大家揸緊時間4期84棟4206咁啊依家折後嘅總價。114萬4606蚊首期咧就係4606蚊就得啦，貸款咧114萬，咁啊月供咧4806蚊咁啊呢個單價嚟講咧就係10700，其實都性價比非常之高咯。係啊，咁啊最靚嘅樓層，之前咧剩低嗰10幾套嘅尾貨咧就話冇呢個咁靚嘅樓層咯，全部得翻啲44。係啊，同埋頂樓，依家咧有套42樓，即係難得有退出嚟啦，難得有退出嚟，大家揸緊時間。仲有一套咧85棟嘅，馬上過去。好，咁啊呢一套咧就係85棟嘅，咁啊呢一套咧就21樓，真係非常之正。
2106嚇，咁啊呢套單位早就俾人買咗嘅，但係咧由於呢個按揭上會有問題，冇辦法啦，咁啊退咗出嚟。好，咁啊睇翻咧21樓喺呢一個4期嚟講咧，係真係黃金樓層㗎啦。係啊。嚇，咁啊呢一套單位咧，無論係望個湖景咧，真係非常之正嘅，因為佢中層單位咧，佢望個湖咧會更加靚，即係闊啲嚇，咁啊唔使話耷低個頭咁樣望，其實咧坐喺屋企都可以望得到嘅。係。好，咁啊呢啲咧就唔介紹啦，完全就係一模一樣嘅。間隔係一樣嘅。係啦，咁啊最主要咧嚟到呢度咧，俾大家睇個靚仔湖景，真係咧唔使話刻意咁樣去，即係自然然就係呢個方向自然，而且係最中心呢個位。嗱呢個係中心湖嘅，喺呢度。個中心湖喺呢個位置。其實主人房望應該仲中心。係啦，嗱主人房仲有個露台嘅。係。即係非常之正嚇。咁啊呢個85棟咧就獨苗一套，咁啊呢套咧真係黃金樓層，大家係揸緊時間。係。21樓嚇。好，咁啊報一報啦，呢套價俾大家嚇，4期85棟2106嚇，咁啊呢一套咧折後嘅總價咧就係1237704蚊。咁啊呢一個咧首期咧就係7704啦，貸款咧就係123萬，月供咧5185蚊。所以大家要揸緊時間，呢一套咧就係咧第一時間推出嚟，馬上過嚟拍俾大家。呢3套單位最推介嘅就係呢一套，而且咧我哋3套嘅單位咧有2套都係06嘅，都係望湖景嘅。其實咧05係冇06靚嘅，咁啊依家難得咧有2套06嘅單位，而且呢一套係中層嘅，大家揸緊時間。大家對呢個泰豐木馬湖有興趣的話，馬上打電話過到嚟咧報名實地考察6740060，馬上過到嚟搶呢3套咧啱啱退出嚟嘅新鮮嘅房源嚇。我哋呢條片咧要快捷，出段見，今集到呢度，拜拜。